嗱，我哋成日笑阿邱導咧，佢係使命必達，係老細嘅最愛嚟噶。你抌一嚿錢俾佢，你抌一個時間俾佢，佢就可以喺呢個有限資源拍出你原本就想要嘅嘢。雖則唔會多，但係最緊要都唔會少。而佢今次呢係自知嘅自編自導自演，佢自己就係老細啦。咁佢想要啲乜嘢呢？我哋翻嚟一齊睇下。大家好，我係01，呢個係一個專門評論歌影視嘅頻道。我哋頻道呢會定期推出推介劇集啦或者電影嘅影片嘅。如果有興趣接收相關資訊嘅你呢，歡迎你訂閱我哋，加入我哋支持一下。我哋有開 IG 啊，有開 Threads 啊，除咗會喺上面分享一啲關於電影嘅資訊同一啲我哋嘅睇法以外啦，間唔中我哋仲會舉辦一啲投票 Q&A 活動，會直接影響我哋出邊嘅類型或者題材噶。如果你都有興趣參加呢，咁都快啲 follow 埋我哋啦。我哋已經開啟咗會員功能啦，只需要每個月25蚊就可以成為禮貌小寶寶去支持我哋繼續折磨自己，更可以選擇更高級嘅4+4去行運健康小寶寶，專着非凡。我哋每個月最少都會有4條嘅會員專屬影片噶，想支持我哋嘅你呢，都快啲加入成為小寶寶啦。今日要講嘅呢，就係港產片，我們不是什麼。嗱，點解會話邱導真係使命必達呢？你首先睇下佢 CV 先。嗱，膾炙人口嘅人肉叉燒包啦、的士判官啦、伊波拉病毒啦，全部都出自佢手嘅。但同時地咧，陰陽路1、2、3、4、5、6咧，都係出自佢手喎。愛情片呢，愛情片都得嗱，原諒他77次，然後再感動翻他77次。有好多你中意嘅電影，有好多你懷疑點解佢會存在嘅電影。到近年啊，佢不斷拆彈，不斷掃毒，去埋莫斯科拍埋中國版華爾街，終於儲滿咗個豬仔錢罌呢。今次自資拍片，原本檔期呢定喺25年嘅聖誕上噶。但因為宏福苑事件推遲啦，嚟到今日咧，我哋終於有得睇啦。睇完啦，真係又驚又喜。喜啦就係見到咧邱導咧真實赤裸嘅一面，驚咧係真係好驚。你之前嗰啲係咪真係要靠鬼上身先拍得到噶？點解咁講呢？涉及劇透啦。如果你介意咧，我建議你睇完套戲咧，翻嚟再聽我哋點樣講噶。如果你睇完唔介意，就準備好咧，咁我哋可以開始啦。循例，我哋係可以講個故事大綱嘅。某年嘅2月14日情人節，一架巴士咧喺路中心突然爆炸，巴士裏面嘅乘客咧死傷慘重，有啲乘客咧更加係支離破碎。礙於公眾嘅關注熱度啦，所以警方咧急切需要破案，所以就請翻啊已經提早退休咗嘅龍 Sir 咧翻嚟做佢哋嘅鑑證專家。而龍 Sir 亦都冇令人失望啊！佢嘅加入咧，帶入咗好多新嘅角度。佢憑住好多蛛絲馬跡啦，開始慢慢拼湊翻2月14號當日發生嘅事。佢斷定啦，今次並非係一場意外，而係一場啦有預謀、有準備嘅犯案。咁到底係啲乜嘢啦？兇手又點解要咁樣做呢？咁啊，留俾你自己去睇啦。嗱，老實講，唔使睇套戲，亦都唔需要睇 trailer 㗎。我哋睇排場。因為齋係排場咧，其實已經好吸引人。嗱，第一點就係頭先都講過啦，就係邱禮濤首次自資拍嘅電影嚟噶。第二咧就係有阿 AK 同 N 身邊咧，佢哋係飾演一對基 couple 嘅。第三有一班我覺得好亮眼嘅演員啦，有譚耀文啦、朱柏謙啦、梁雍婷啦、陳淑儀啦、寶佩如啦，仲有麥沛東都有做客串嘅。客串嘅都有袁富華啦、李慧敏啊、盧惠光。其實真係人嘅因素咧，已經非常吸引我。睇完啦，發現咧，其實邱導咧真係非常多想法咧，想同我哋分享。而亦都有一種咧，今次唔講咧，下次唔知幾時可以再講嘅感覺。無論係因為好現實地受金錢嘅束縛啦，定係真係香港已經變到我哋冇辦法控制。我哋香港而家真係好似玩緊死滅回遊一樣，有高分數嘅人啊，不斷喺度加規則。雖然我係幾驚訝啦，呢套電影竟然係可以上映到嘅，唔係因為佢觸犯同性戀啦、性少數等等嘅禁忌話題，而係佢涉及咧香港更加禁忌嘅話題。而家邱導咧係想同香港人 I mean 係真係嘅香港人啊嚟一次裸聊。
但係如果想帶出意義又不失意境嘅話呢，演員嘅運用咧就顯得非常重要啦。佢成條大陣龍骨咧就係交咗俾阿譚耀文啦同朱柏謙兩個去處理。譚耀文呢就係飾演一個制度外嘅人，而朱柏謙呢就係飾演一個制度內嘅人。而相較起咧，阿譚耀文個角色咧，佢係更加內斂噶。佢內斂咧，除咗係因為佢係一個有秘密嘅角色啦，更加係因為要話俾你聽，一個普通人呢，如果佢會爆炸嘅話呢，係會好可怕嘅。故事咧係採用倒敘嘅方法嘅，我哋觀眾咧就係跟住兩位阿 Sir 咧不斷查案，然後就不斷知道更多旁支嘅故事。憑線索咧，我哋就認識到 Anson Bean 啦同埋 AK 兩個角色，認識得越嚟越多啦，醞釀足夠啦，故事就開始變成雙線進行。每集咧去到2月14號，到底當日發生咗啲乜嘢事呢？好坦白講啦 ，AK 啦 Anson Bean 啦，佢哋飾演一對情侶啦，我覺得係非常非常悶抽嘅。嗱，明白佢除咗係 couple 以外咧，其實佢仲寄存咗另一種意義咧，佢哋係兩個人身上嘅。嗱，我哋撇開咗嗰層意義先，因為始終故事對電影都好重要噶嘛。兩個角色咧唔係好說服到我咧，佢哋係一對情侶嚟噶，更唔好話咧佢哋似唔似同性戀呢個問題，因為故事咧非常需要佢哋維持相濡以沫嘅嗰個關係噶。而 Anson 身邊嘅處境咧，我唔會話更慘嘅，但係更嚴峻啦，因為佢喺屋企咧有寶佩如啦，有陳淑儀啦，有梁雍婷，你稍有不慎呢，真係俾佢哋圍毆到體無完膚。就算鏡頭真係唔多啦，梁雍婷都非常掌握到佢需要輸出嘅分量嘅。嗱，而故事咧初頭咧都仲帶有少少懸疑性嘅，但係去到後邊咧，其實你都睇到幾 straightforward，因為咧鑑證咧就喺個碎屍上面咧就揾到幾樣嘅飾物啦或者特徵。第一個懸疑點咧就係阿希爹嘅嗰隻手錶，明顯咧就係同你講手錶嘅主人咧最後係死咗喺呢場爆炸案裏面嘅。我正喺度諗咧，隻錶咧會唔會不斷地輾轉流動呢？又或者到最後導演會唔會休我哋一默呢？又因為其實呢隻錶唔係話全世界淨係得一隻噶嘛，我就係不斷期待緊呢AK 啦 Anson Bean 啦會出現喺現在嘅呢個時空嘅。但係我哋睇到啦，支線故事呢將佢哋兩個一推再推，走投無路啦，兩個雙雙一齊掉落深淵。作為旁觀者嘅我哋呢，導演想同我哋進行一場生命嘅教育。縱使呢我哋知道呢個結果會發生乜嘢事嘅，但為劇情完整性啦，為意義上咧，導演都必須要我哋從頭到尾都要睇一次。到底點解會形成呢一次嘅恐怖襲擊呢？原來稍早前咧都有機會咧會發生一次同樣爆炸案，而且規模咧係10級龐大嘅。兩個嘅爆炸咧都係因為元兇咧佢嘅愛咧被禁止、被褫奪。譚耀文冇得做佢好愛嘅鑑證科，而嗰對 A 字頭嘅小情侶咧就冇得喺白日之下愛住對方。只係好彩啦，譚耀文咧俾佢老婆咧用愛去救翻。有冇人為咗捍衛愛，為咗我哋一個真係好撚中意嘅地方，做出一啲難以修復嘅事呢？ AK 啦 Anson Bean 啦，兩個咧其實係一個對照面嚟嘅，一個咧就極剛，一個咧就極柔。冇怪責同伴啦，冇陪佢一齊企硬留低，會怪佢哋鬆人。要極柔嘅 Anson Bean啊，下次遇到壓迫咧，記得要反抗。我哋同龍 Sir 一樣知道啦，有啲日子咧，我哋係唔能夠忘記。例如子華神之前棟篤笑講過啦，香港人知人勇。人同埋勇呢，其實我哋都足夠反覆好多次證明呢，我哋係擁有嘅。但知呢，呢個真係一個長遠嘅課題，而我覺得呢，邱導呢，淨係想探討下攬炒呢個問題。你係咪真係明白乜嘢係攬炒？你能唔能夠接受攬炒帶嚟嘅後果？梁雍婷嘅角色呢，就係一個非常好嘅印證嚟㗎。嗱，其實全格嘅巴士乘客包括梁雍婷啦，其實佢哋做另一個嘅支線選擇啦，的確可以逃過一劫噶。極端嘅輝仔啦，佢可以去攬炒，係因為佢真係 nothing to lose， 冇佢在乎嘅人，冇佢在乎嘅事物。但阿希咧，而 K 咧，如果你選擇要攬炒啦，家姐啦，家姐肚裏面嘅 BB 啦，佢哋就係代價，係一個你必須要承擔嘅風險同代價嚟噶。而我哋睇輝仔嘅足跡啊，
就算佢俾錢佢阿媽，就算佢有挺身而出喺酒吧同人哋隻抽，就算佢殺埋佢老豆，就算佢炸埋架巴士，就算係咁樣，都其實冇一樣嘢啦，如佢所願去改變嘅。而片尾啦，導演更加播出盧巧音嘅《天佑我們》啊，因為今時今日啦，我哋真係好需要個天去睇一睇我哋嘅。但係就算係咁啦，我哋都未使太擔心阿優導嘅。嚟緊呢，除咗佢又有拆彈之外啦，仲有一套咧叫《戰役天使》，戰爭個戰啦，疫病個疫，係冇錯，係講武肺嘅。估咧應該係又拍到啦，劉德華係中國醫生救世界噶啦。邱禮濤咧真係一個活生生嘅百變星君，同我一樣啊，不斷讀錯呢套戲叫我們什麼都不是嘅你咧，歡迎 CLS。Comment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做齊晒上3樣嘢話俾你知啊！我連買飛嗰陣都讀錯啊，而我好懷疑買飛個姐姐喺度偷笑我。更加有 super fans 課金或者做會員去支持一下我哋呢一個 channel， 仔亦都多謝所有會員嘅支持，特別係一班死機都死唔去嘅幸運健康小寶寶，你哋嘅支持呢，我哋做片落去嘅動力嚟噶。我係01，希望下次可以再見到你啦，拜拜。